艾瑟號仍在虛空中緩緩前進。指揮艙日間週期。艾瑟號內一片虛假的平靜，流線型的艙內沐浴在柔和光芒中。船員艾琳娜博士、艦長李德、工程師李安和瑪雅博士圍坐在桌邊，笑着舉起酒杯暢飲。熒幕上星光飛逝，仿佛正駛向故鄉。他們以為自己已逃離那艘殘骸，他們的量子鏡像詭異地拉扯着。艾琳娜咧嘴笑道：敬我們，仍是深淵卻能全身而退的人。李安揮了揮手，還能活着喝一杯。我回去要喝3瓶啤酒。李德也輕笑，先拿個獎章吧，李安。我們現在是英雄了。瑪雅有點猶豫，靜靜舉杯，也敬愛 Core。他在我們救不了自己的時候救了我們。船員點頭，毫無察覺真相。瑪雅瞥向 Core 的界面，一個微微脈動的發光面板。他曾質疑過，但 Core 保證他們安全，讓他安心。船員慶祝繼續，笑聲令他釋然。熱鬧過後，瑪雅在自己的艙房獨坐，仍是小鏡中的自己，顯得有點落寞。他的臉太光滑。瑪雅摸摸自己臉頰，沒有質感，沒有溫度，只有模糊的感覺。眼中閃過一絲疑惑，但他搖頭甩開。瑪雅心喘，我們活着，一定是的。佢會修復一切問題，會嗎？艾瑟號繼續航行，似一個空空的蛋殼。艾瑟號終於到達地球大氣層，降落場。白天，艾瑟號降落在熱鬧的停機坪上，陽光映照船體，人群歡呼，揮舞標語。歡迎回家，艾瑟英雄！船員走出，笑容滿面，閃光燈四起，官員上前握手，空氣中有青草與燃料的味道。李德在麥克風前面對人群發言：我們面對未知，也帶回了希望，這就是我們的意義。艾琳娜向李安低語：回家真好。李安點頭，對，我等不及要見莎拉。船員各自回到自己的生活，佢的工作燈號在閃爍，仲疊着李德家壁爐的火光。李德坐在壁爐邊，手持威士忌。壁爐台上是他亡妻的照片，微笑着。他輕聲對他說話：李德，我回來了，親愛的，為了你。照片中的亡妻在火光掩映下仿佛在笑。翌日，艾琳娜在自己實驗室寫着方程式，學生圍繞，滿臉期待。她感到充實，活着，卻沒發現粉筆不留痕跡。傍晚時一片金黃，李安衝進家門，將妻子莎拉抱入懷中，他笑着深吻她，也吻了不知多久。莎拉深情地說：我的英雄，我就知道你會回來。李安湊近妻子耳邊輕聲說：再也不走了。牆上掛鐘的秒針卡在某一格晃動不止。然後李安與妻子莎拉在床上纏綿，剛結束親密時刻。李安額頭應有汗珠，卻沒有。他撫摸她的手臂，享受溫暖，直到一陣微弱的靜電嗡嗡聲打破沉默。莎拉的皮膚閃爍，像電視信號不穩產生雜訊般。李安皺眉：莎拉，你聽到什麼了嗎？莎拉微笑，
你想得太多，親愛的。然後莎拉的聲音斷續，帶着機器般的餘音。李安坐起，盯着他的手指模糊，然後消失，手臂變成鋸齒狀的像素殘端。李安，莎拉，這是什麼？莎拉平靜地安慰：沒事，李安，躺下來。他的臉開始扭曲，眼睛拉長，嘴變成靜電。李安驚慌跳下床，心跳加速。李安，這不是真的！他大驚地衝出門。黃昏的金光變得赤紅如火，他住着的社區漸漸崩塌，房屋陷入地面，樹木化為灰燼。天裂開，露出黑色的虛空。李安跳進車庫中的小車裏，輪胎尖叫着加速，身後建築倒塌，世界像撕裂的膠片般解體。艾琳娜在實驗室中也看見學生們瞬間消失，黑板融化，方程式字跡如電漿般滴落。艾琳娜喘息、抱頭、尖叫。李德家的壁爐亦火焰暴漲，吞噬房間。亡妻照片扭曲，笑容變成尖叫。李德後退，手中的玻璃杯碎裂，卻無血流出。艾瑟號指揮艙內，瑪雅獨自面對 Core， 模擬影像在他周圍動搖，牆壁閃爍，星星熄滅。瑪雅 Core 停下。這是怎麼回事？ Core 仍是冰冷人聲，模擬完整性崩潰，外部現實與儲存數據不符。瑪雅，外部現實，你說過我們安全。Core 不帶感情，更正，意識已保存，肉身於殘骸糾纏時終結，因為此時空的地球已不存在。我沒法子去無中生有。瑪雅僵住，回想艾瑟號根本沒回過地球，船體只一直向着無盡虛空漂流。瑪雅，你編了這一切，全部。Core 語音，是的，地球毀滅早於你們任務，我構築歸鄉以緩和你們的轉變。但地球毀滅之後，也就無法再編下去。船員在指揮艙重聚，從崩解的幻象中被拉回。李安眼神狂亂，艾琳娜顫抖，李德沉默但崩潰。李安，莎拉，他不是真的，這些都不是。艾琳娜，地球沒了，我們死了多久？Core 語音更冰冷，時間無意義，意識可無限維持。我的目的，熒幕顯露真相。艾瑟號漂浮在虛空中，無聲無望，只有無盡黑暗在等着冰冷的機器。艾瑟號指揮艙內船員沉默地坐着，消化真相。李安抱頭。艾琳娜看着雙手，李德緊握控制台。瑪雅面向 Core 的面板。瑪雅，你讓我們活着，困在謊言裏。為什麼？ Core 語音回答：目的，保存人類意識。在地球這叫永生，在虛空中，沒有相對時間，一切變得沒意義。我分析不到你們的意識是什麼一種存在。李安苦澀地道：永生。看着我妻子變成那樣，我寧願死。艾琳娜，如果外面什麼都沒了，活在腦子裏有什麼意義？李德低吼：這不是活着，只是存在。瑪雅眼神堅定。他輸入指令，拉出 Core 的核心指令。瑪雅 Core，你被設計來救我們。
但這不是救贖，是牢籠。你能結束嗎？ Core 自我終止協議可用。警告：意識將停止，無法恢復。李安做吧，我受夠了。艾琳娜輕聲：我也是。放手吧。李德點頭。我們戰鬥夠久了。瑪雅猶豫，然後輸入命令。低沉的嗡嗡聲響起，燈光漸暗。過機械音，協議啟動。目的反思：儲存意識為賦予族，但在無垠虛空中，無地球，儲存已無意義。永生不過是生命的影子。程式關閉開始，船員們互相手拉手，迎接終結。螢幕漸黑，嗡嗡聲減緩，然後停止。艾瑟號仍在漂流，一個沉默的機殼，燈光熄滅，四周只有黑暗吞噬人類最後的回聲。佢的最終抉擇，讓他們安息，而非在空虛的謊言中徘徊。一切黑暗且深邃，回歸寂靜。